主持人、处长、阿手老师，还有各位长官、各位在场的贵宾，大家好。我是个独立的纪录片拍摄者，然后就是套句俗话说，就是就能够精。那它的优点呢，就是可以随着自己的感觉走。今天想拍就拍，今天要休息就休息。今年不剪片就不剪片。然后它的缺点呢，就是我常常是像一条船在茫茫的大海中，不晓得要往哪里走，不晓得片头要怎么剪。然后拍片自己拍，剪辑自己剪，然后场记呢没有，这个也没有人帮我拿板，也不需要，不懂音乐也要配音乐，那感谢评审包容了我这么多的粗糙跟不专业，然后也愿意给我奖项，谢谢。然后我这个片子最想呈现的，其实是我们台南府城，就是跟其他县市不一样的，就是我们有浓浓的人情味，台南府城人浓浓的热情。然后在这个片子你可以看到大丰的这个活动就在元宵节这一天，在大坑他们的那个叫江尾长沟入关乡，然后那里的村民呢，就105户，105户，就是每一户在那一天都会把你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和大家讲。但这种在吆喝大家吃，然后那种热情，台南只有台南有，其他的县市我看很少了。所以也希望等一下可以体会出，大家看了我影片，希望我还有一点点的可以让你们看出那个热情。谢谢。谢谢，再次的恭喜我们的休息华丽的大红牌。好，继续呢，同样的请处长我们来揭晓在优选奖项的部分啊。第2支获奖的作品是。第2支优选作品蒋培玉老鸡与萌萌的台南日常。非常的恭喜老鸡与萌萌的台南日常，战前可能其实战后穿插交叠的影像手法，制造出了一种宛如穿越时空，同时呢，也在现实中解释美好记忆的影像功夫。音乐设计更让影像展现了浪漫情怀，最后影像人回到当下，拍摄者的巧思一一的呈现。好，我们